Hello，大家好，又係我高 B 哥啊！係時間提醒大家飲水啦，增添智慧，增添水分，智慧如水啊！好啦，哇，聖誕節啦，實在太多事情要做啊，所以咧當日咧少咗錄音啊，咁有好多網友咧就已經 send email 嚟，夜晚咧9點幾開始收 email， 10點幾就收 email， 11點幾就收 email。高 B 哥，點解今日冇片嘅？係咪聖誕節掛住去玩啊？快啲做片啦！咁樣話唔係啊，咁啊今日咧真係好多活動啊，有一啲咧即係工作上面嘅活動，同埋咧即係個人嘅活動。咁啊，所以咧即係今日時間咧就唔許可咧，令咧喺個街嗰度匿埋喺架車度錄音咧都冇時間嘅。咁所以咧，但係今日咧係少咗嘅影片嘅。咁啊，而家夜媽媽翻到嚟嘅時候咧，bang bang聲追翻幾條影片俾大家，好嘛？嗱，首先咧，我今日咧睇到呢個咧，我記住啊，一定要同大家講，係一定要同大家講噶。咁啊，點解咁講咧？其實早兩日咧，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喺呢個即係 YouTube 上面咧有個嘅頻道叫 All In Podcast，All In 即係全部擺晒落去 All In，All In Podcast。咁啊，成日都有啲人咧就即係好有即係智力啊，又或者咧係以前咧就好高級嘅一啲人員咧，佢咧就喺裏邊咧成日就做一啲訪問。今次咧訪問咧就係咧阿貝森特啊，美國嘅財長貝森特。咁啊，本來咧就問佢咧關於咧呢個咧特朗普嘅關稅咧影響咗嗰個通脹。正常嚟講咧，每一個人咧即係識同唔識經濟嘅都好啦。咁你加咗關稅上去，自然啲嘢就要加價啦。加價之下，咁啊絕對就會有可能影響咗個通脹，影響咗個通脹之後咧，就會影響咗咧美聯儲咧加息減息嗰個步伐嘅，係咪？咁但係咧好似冇樣嘢咧出現咗喎，咁啊個個走嚟追問佢，咁啊追問佢嘅時候咧，佢咧就即係講咗一部分咧關於咧就叫做冇加通脹嘅嘢，但係咧顧左右而言他啦，反而咧就話俾你聽嗱，關稅咧唔單止係影響通脹，其實啊關稅咧佢哋咧。而家咧嗰個諗法咧已經唔同咗噶，係作為一個國家安全啊同埋一個咧談判嘅槓桿嚟噶。咁啊，所以就想帶走你，唔好咧等你咧追住嗰個關稅影響咗嗰個通脹嗰樣嘢。但係實際上佢又真係講緊咧，而家美國咧嗰個政策啊，又或者咧佢哋嘅政治人物咧，將所有嘅嘢咧重新去再定義，或者咧重新咧去定義佢嘅功能。OK 嗱，咁所以咧，我覺得好值得大家聽下噶。點解咧？因為當佢重新咧去改變佢嗰個功能嘅時候咧，所有嘅人咧，就或者其他國家都應該要留意得到呢個狀況，繼而咧就諗下咧，以後咧點樣咧係就產生你哋自己國家嗰個對策噶。OK，咁啊嗱，但係咧佢個訪問好長噶嚇。咁啊第二部分咧講關於去到美聯儲嗰部分，仲有講關於央行嗰部分。呢啲政策性嘅嘢咧，你話佢悶又得，但係咧實際上佢有好大影響噶。咁啊，即係譬如好似香港，如果突然間出一條新法例噶嘛，咁你話喂聽咗好似當冇事發生就算啦咁，但係又唔係喎，原來咧對你嘅生活上面咧有好大影響喎。所以咧都幾精彩，一定咧值得大家咧係細細咁聽落去。因為點解咧？裏邊有少少嘅專業名詞，咁啊，即係我識嘅解釋俾大家聽啦，唔識嘅咧大家查一查證佢啦。咁啊，但係咧，實際上咧，呢啲咁嘅專業名詞咧，有陣時咧，可能係故弄玄虛啊，耍你嘅技巧嚟咋。好啦，咁啊呢個咧最新嘅呢個 All In Podcast 嘅專訪裏邊嚟咧，呢個美國嘅財長貝森特咧，罕見咁樣咧，將兩個長期被視為技術性嘅議題嘅領域咧，即係關稅嘅政策啦，同埋咧聯儲局呢個咧嘅運作咧，拉翻咧去到咧國家權力同埋社會結構嘅層次嚟到去討論㗎。嗱，呢一場嘅訪談之所以值得大家嘅細聽同埋關注咧，唔在於佢具體嘅政策嘅細節，而係在於咧揭示咗一種咧正係喺度成形緊嘅一個咧思維嘅轉向，就係咩咧？就係美國唔再只係將經濟政策視為效率嘅問題，而係開始咧正面咁承認呢個咧係對佢嘅安全分配同埋一個政治嘅後果嚟㗎。好啦，咁喺呢個框架之下關稅咧唔止只係呢一個成本又或者價格嘅一個代名詞。央行咧亦都唔再係只係一個咧中立嘅技術官僚機構啦，而係深刻咁影響住咧國家談判能力
同埋社會分層嗰個權力嘅節點嚟㗎。好啦，嗱呢個咧已經係進入咗咧喺一個政府係有一個公權力嘅政府嗰個架構裏邊咧嗰個思維模式㗎，係咪？咁所以咧呢個咧好值得大家去聽下，因為點解咧？喂，佢哋認為個關稅唔係亂咁加㗎，我哋嘅關稅係有用㗎，係一個工具嚟㗎，係咧作為咧呢個談判嘅工具、談判嘅能力。另外咧就作為咧呢個社會分層嗰個權力嘅節點嚟㗎。好啦，首先講關稅咧，作為關於國家安全同埋咧呢個談判槓桿嗰部分先啦。首先咧呢個咧貝森特對於關稅嘅核心論述係咩咧？佢並非咧建立喺一種保護主義情緒，佢唔係真係諗住咧就係用保護主義嗰邊嘅角度嚟到講㗎，而係建立喺一個咧威懾力嘅一個概念上邊，係一個威懾力嚟㗎。嗱，佢反覆咁樣強調下，關稅佢個真正嘅功能咧，唔係在於係咪能夠咧增加到咧幾多嘅收入。嗱，呢個咧係第一次聽咧，貝森特咧好詳細、好詳盡咁解釋俾大家聽，佢哋個目的係點㗎？佢唔係真係諗住增加收入嘅，喺貝森特嘅講法啊。咁但係記得貝森特講嘅嘢唔代表一定啱，或者一定咧係坦白咁同你透露㗎。佢成日都講大話㗎嚇，一定咧有一個咁嘅機心喺度先。好啦，咁佢話唔係咧，係咪睇增加收入或者幾多收入，而係在於佢係咪能夠咧迫使到對手要改變佢哋嘅行為。譬如咧喺呢個芬太尼嘅問題上邊，美國咧對墨西哥同埋咧中國發出咗咧關稅嘅威脅。嗱，呢個咧並唔係象徵性嘅表態嚟㗎，而係一種咧係即刻會生效嘅一個咧係壓力嘅工具嚟嘅。迫使到對方咧要重新去計算同佢合作定係同佢對抗嘅成本㗎。嗱，佢講到就係咁樣啦，唔係慢慢嘅，唔係一象徵下係咁以加去關稅，而係咧即時生效變咗佢有壓力喺度，跟住咧就等對手咧同佢計算究竟合作好啊定係對抗好，嗰個成本咧去到邊度咁樣㗎。好啦，咁同樣嘅一個邏輯咧，亦都係出現喺呢個稀土嘅議題上面㗎。嗱，當北京咧試圖以一個出口許可制度將稀土武器化，並且係擴及關於全球個供應鏈嘅時候呢個特朗普政府咧選擇用咗極端嘅關稅反制作為回應㗎。咁呢種嘅做法喺傳統嘅自由貿易嘅話語呢個語境之中咧，睇嚟咧係好粗糙㗎。但係喺呢個地緣政治現實之中咧，就展現咗一個高度嘅效率啦。咁貝森特嘅信息好清楚，佢話喺供應鏈已經被武器化嘅世界裏邊，拒絕使用呢個關稅本身咧就係一種單方面嘅解除武裝嚟㗎。OK， 咁呢個咧已經講得好清楚啦。佢咧又話總之中國一出牌，咁如果我冇工具喺手，咁點搞啊？所以而家關稅咧作為工具嚟㗎，咁跟住咧就可以咧即時生效，迫使對方同我哋咧就係傾㗎。嗱，講到呢度咧，我已經好明顯覺得佢咧就係為咗佢嗰個關稅咧嚟到咧係辯駁簡直可以咁講。因為睇嚟咧就係咧美國政府咧輸呢個官司關稅嘅官司咧個可能性實在係十分之高㗎。所以咧我已經見到佢咧開始扭曲啲事情嚟到講，嚟到咧為咗咧佢嘅關稅咧能夠作為工具去辯護下。OK， 咁好繼續聽埋先啦。嗱，咁關稅同埋通脹之間，佢哋咧係有一個錯位嘅辯論㗎。喺講到關於呢個關稅係唔係能夠咧推升通脹嘅時候，貝森特咧選擇咗一條咧同政治攻防唔同嘅路徑嚟到講㗎。嗱，佢冇直接咁樣否定批評者嘅呢種擔憂，即係如果加咗關稅就會咧有通脹出現。其實咧佢呢句説話咧點樣形容咧？因為咧當係一個初中生啦，小學生係誇張啲。初中生都肯定知道你入貨個價貴咗，自然賣價就要高咗，咁點可能冇通脹啊？所以佢咧係冇直接咁樣係否定咧批評者嘅擔憂，而係將嗰個討論咧拉到去一個更加根本嘅問題。佢話我哋咧對於關稅同埋物價之間嘅關係咧，係咪建立喺一個過度簡化嘅想像之上咧？為咗我要講明呢點，説明呢一點佢係引用咗呢個三藩市聯邦銀行一項橫跨咗大約係150年嘅一個長期嘅研究㗎，150年一個長期嘅研究。佢話研究個結論係指出關
關稅喺歷史上邊咧並未形成穩定嘅持續嘅一個咧通脹嘅來源嚟㗎。嗱，喺某一啲嘅時期裏邊咧，甚至乎同通脹放緩係同時間咧出現添㗎。嗱，呢個咧擺到明咧就炒花你嘅思維啦，講啲咧唔拉更嘅嘢。85年裏邊，喂，冇講過關稅咧，你會令到咧又穩定咧又持續嘅通脹咧係嘅來源出現，就係因為關稅㗎。咁呢啲咧好偶然嘅一次半次咧就好難講到㗎。咁亦都話好似咁樣叫做冇證據我唔知佢點樣先為之係證據啦。正如話齋，今年咧而家個通脹咧2.7%，咁喂好低啫，高 B 哥。嗱，佢哋嘅法例上面咧寫明，或者佢條約上面寫明2% 或以下嘅咧就可以減息，2% 或以上咧唔可以減息住，要攞嚟調控經濟。2.7咁即係高過低過咧，咁你知啦。嗱，就係咁簡單嘅道理。喂，入貨價貴咗，自然就要賣貴啲一個價錢，自然通脹就嚟啦。就係咁簡單，你連咁簡單都唔想解釋，亦都唔夠膽掂去解釋嘅話，仲喺度炒花故弄玄虛。嗱，我講啲勁啲嘢你聽啊！85年我呢個研究聽到冇啊？85年之後之下咧，跟住我就揾到啦。喂，成個通脹嘅來源咧，唔係咧一定係關稅咧，令到佢好穩定好持續咁樣增長喎。甚至乎有啲時候通脹放緩都係俾咗關稅落去嘅喎。咁你有冇講清楚當時嘅關稅係打晒所有嘅貨品同埋所有嘅國家，定一話係個別嘅國家個別嘅情況啊？嗱，唔好炒花我哋呢啲係清醒人嚟㗎，我哋唔係嗰啲愚民，俾你講兩嘢咧，我就以為係啊！哇，你搭個咁勁嘅嘢出嚟，哇，又三藩市聯邦銀行、聯邦儲備銀行，又85年嘅研究，我唔夠膽同你搏咯，我好夠膽㗎 ，OK， 我好夠膽㗎。你係咪話俾我聽，好似特朗普咁，全世界同一時間走去打關稅？仲要個別唔同嘅，一啲係15%，一啲係25%，一啲係50%。連咧美國咧以前咧可能對嗰個嘅需求唔大嘅一個入口貨品，到而家變成咗直情咧依賴嗰個單一嘅貨品，唔同佢買唔得嘅，你都照打關稅。係咪咁樣嘅狀況之下，過往85年係有出現過咧？而係好似你咁講到咧，嗱，唔好又再講大話啦。貝森特咧係一個好中意講大話嘅人，其實咧已經我督爆咗佢好多次，講咗好多次嘅大話噶啦。好啦，咁繼續講下佢呢個結論咧之所以咧引發爭議係因為佢根本背道咗多數人嘅直覺理解。你一般嘅諗法就係如果政府對於進口商品走去加稅，咁咧企業嘅成本就上升啦，最後係一定咧就會轉嫁落去消費者身上噶，價格自然咧就會上漲啦，係咪？嗱，呢種嘅推論咧喺邏輯上睇嚟咧係合理，但係貝森特咧想指出嘅就係話呢個其實係一種咧將經濟世界咧當成咗係單一按鈕機器一個線性嘅思維，好似咧就只要咧一撳咗呢個掣，結果就會咧毫無變化咁咧傳到去咧終端嗰個價格嗰度噶。嗱，好啦，但現實之中咧個企業並唔係咁樣運作嘅喎。當關稅出現嘅時候咧，企業咧並唔係一定咧會即刻咧就調高個售價㗎。嗱，因為嗰個價格上漲可能係意味住咧市佔率嘅流失㗎。嗱，相反啦，如果咧企業往往咧係會首先咧嘗試用其他嘅選項，例如係壓縮佢哋自己自身嘅利潤啦，又或者咧去到重新談判供應商嗰邊嘅價格，又或者係改變咧呢個產品嘅規格。甚至乎係將部分嘅生產咧係轉移去到咧其他嘅國家㗎。嗱，換句話講關稅所帶嚟嘅一種壓力，而唔係一種咧係直線通往咧漲價嘅一個單行道嚟㗎。係咪好對唔住啦？呢個咁嘅解釋咧又係解釋唔過去嘅，因為佢頭先講嗰啲以為咧就係總之係加關稅，咁轉嫁去企業度，企業轉嫁去終端，咁所以一定咧就會價格上升，就會引致咧通脹。佢話呢個就叫做咧單一按鈕機器，嗱，一定㗎，咁樣做就一定㗎啦咁。跟住佢就出嚟解釋啦，市場唔係咁運作，呢啲人咧就將自己嘅利潤唔要，就跟住咧就自己食咗佢，跟住咧同呢個談判商重新傾價錢、改變規格，所有傾做唔到啊嘛！今次做唔到啊嘛！今次係因為你全世界一齊打啊嘛個關稅，係咪啊？
邊個供應商再肯同你重新傾過個價格啊？邊個供應商肯咧就係改嗰個嗰個規則嘅規格啊？唉，仲邊個供應商可以有辦法咧就轉移去到其他嘅國家，而其他嘅國家係冇打緊關稅啊？嗱，中國啊喺今次呢度咧反而係着數晒㗎，因為咧其實佢哋嘅關稅咧而家相對比起其他國家嚟講咧係好低嘅一件事啊。不過今次佢講呢個嘅解釋咧行唔通嘅，佢係炒花嚟嘅啫。OK， 好啦，貝森特啊仲特別咁強調，佢就話呢個正正係多數通脹咧嗰個論述所忽略嘅地方。嗱，批評者經常性咧將關稅視為一次性嘅成本衝擊啊，並且咧假設啊呢個咧嘅衝擊係會完整嘅、快速嘅咁樣咧轉嫁俾消費者㗎。嗱，於是咧就得出一個叫做關稅等於通脹嘅一個結論啦。但係喺真實嘅世界裏邊，企業嘅反應往往都係多層次㗎，延遲咧而且咧係唔均衡添嘅。結果亦都係因為咁樣咧更加分散，而非咧係更加集中喺呢個物價上邊㗎。嗱，呢啲經濟理論嘅嘢咧，我一開始已經同大家講咗，你講嘅所有嘢我哋都明，不過咧唔能夠擺喺今次呢個事件上邊，真係唔能夠可以 apply 落去㗎。因為咧嗰個講你依家嘅解釋嘅講法，同而家真實嘅狀況咧係背道㗎，亦都係而家真實嘅狀況咧先係真真正正我哋眼見到嘅嘢。而咧我哋100%肯定咧，嗰啲價格係上漲咗㗎，因為只要你去買嘢嘅時候，你咪知道咯，啱唔啱？好啦，喂，咁佢跟住再講咯喎，更加進一步咁嚟睇啊，貝森特咧認為關稅真正重要嘅影響其實咧並唔係喺第一輪嘅價格嘅變動嗰度。而係喺後續佢有冇結構性嘅一個調整㗎？當關稅持續存在嘅時候，企業咧就會重新咁樣思考佢嗰個供應鏈嘅配置啦。咁跟住咧就會降低咧對於單一國家又或者低成本進口嘅一個依賴啦。跟住繼而咧就會投資落嚟本地啦，同埋咧區域嘅生意嗰度啦。咁呢種嘅變化咧唔會立即反映喺呢個物價指數上面，但係佢就會咧逐步咁樣改變咧市場嗰個咧經濟嘅結構、生產嘅效率同埋咧係投資嘅方向啦。好啦，呢度呢紮嘢咧，到頭先到而家為止咧講嘅嘢咧冇完全錯晒，我淨係講得好清楚嚇。擺喺今次嘅關稅事件上邊，你呢個經濟學嘅理論係解釋唔過去㗎，係唔通㗎。OK， 係唔通㗎。好啦，咁繼續講啦嚇。喺呢個過程之中短期之內咧，某啲嘅商品咧確實咧可能要承受咧價格嘅壓力㗎。但係對於中期嚟講咧，供應來源咧就會多元化啦，而競爭咧就會重新咁展開。嗱，反而咧可能係會對咧整體嘅通脹咧嗰個形成變成咗咧係一個壓制嘅一個嘅效果㗎。咁呢個亦都係咧點解歷史數據之中咧關稅並未出現咧穩定推升通脹嘅一個咧模式。而係同呢個咧唔同嘅經濟環境嘅交織埋一齊，先至會係咁樣嘅。好啦，咁想一路炒花大家個對方咧，即係一入咗去個毛先。你入咗去個毛咧，你喺佢個模式裏邊講咧，開始咧就俾佢框住咗你。嗱，所以貝森特咧佢嘅核心立場並唔係否定咧關稅係有成本，而係質疑點解公共討論咧總係將呢啲成本咧描述成咧一個必然、立即同埋咧線性嘅一個結果。但係咧就好少同樣咁認真咁樣咧，係評估呢啲政策所引發出嚟嘅行政改變啦，又或者咧結構嘅調整㗎。嗱，喺佢睇嚟真正嘅問題唔在於咧關稅係唔係咧零成本而係在於咧我哋能唔能夠咧過度咧係咪我哋唔係能夠係唔係過度依賴簡化模型，低估咗咧企業、勞動市場同埋供應鏈喺壓力之下嗰個嘅適應嘅能力㗎。嗱，換句話嚟講呢場嘅爭論嘅分歧點並唔係關稅會唔會帶嚟咧痛苦，而係呢啲嘅痛苦係唔係會以通脹嘅形式出現，以及係我哋咧係咪願意將呢啲嘅視覺咧係從一個短期嘅價格嗰度咧拉長去到咧整個嘅經濟結構一個咧變化㗎。好啦，嗱，呢度咧好公道高標哥幫佢咧講一兩句説話先。點解咁講咧？因為咧每一個人民咧睇嘢咧大部分都係短視㗎。而咧國家咧今次咧係想做咧中長期嘅嘢，咁我唔知點解佢哋咁有底氣咧，佢想做中長期嘅嘢因為咧特朗普嗰個任期咧已經過咗1年啦，咁未過1年，差唔多1年啦，去到1月份係咪？咁
但係咧成績咧就認真麻麻地。咁啊，尤其是咧大家都知道㗎啦，其實佢想用關稅就推動咧嗰個結構性嘅改變，就係啲人咧就重新咧翻嚟咧美國做生產。但係咧佢又冇講個客觀環境咧，就係喺美國嗰度生產咧大量嘅情況咧都係行唔通㗎，包括咗咧太高嘅人力成本，或者叫整體嚟講啦，唔逐個數啦，係整體嘅經營成本咧都係咧太高。咁啊，世界裏邊咧實在有太多咧嘅選擇。而嗰啲選擇咧，就係大家做緊大家最優勝、最優質嗰個最有優勢嘅嘢。喺咁樣嘅狀況之下，你夾硬拉翻去美國點樣做都好咧，你都唔會夠人競爭，因為人哋係最優質嘅，係咪？咁啊，咁嘅狀況之下，你仲認為嗰個關稅係幫你嘅結構性改變，而現實上又冇嘅話，你又有冇檢討咧？第二，頭先講嘅。我哋唔承認或者冇否認，但係咧我哋知道有成本嘅，我哋都知道咧係唔係無痛嘅，一定係痛嘅。不過呢啲痛咧就喺中長期嚟講咧，就可能咧就會影響咗咧成個經濟結構嘅變化。嗱，呢個就係佢個講法啦。OK， 好啦，所以咧我覺得咧佢咧喺呢部分我要幫佢講，就話咗俾你聽，我唔係諗住收錢，我係想將整個經濟嘅結構咧作出變化咁解啫。好啦，喂，咁啊嗱，嚟到呢度咧，首先第一集完咗先啊，咁啊跟住仲有個下集，咁啊下集咧佢咧講啊關於咧去到咧除咗關稅之外咧，仲有咧呢個美聯儲啊嗰個角色啊，央行嘅角色咧，都喺個而家嘅任內咧推動緊咧有一啲嘅改變㗎，而呢啲改變咧正就係市場上面咧需要知道，同埋咧跟住落嚟咧點樣接洽啊，點樣咧就係對策啊，所有嘢咧聽完第二集下集嘅話咧，你就會知道晒㗎啦。我自豪，因我多角度思考，晏啲再見，拜拜。